来看劳动部员工伫办公室行底路，有人逼讲是受到北分署前署长谢依勇的霸凌。昨劳动部公布调查报告哦，部长何培山今日嘛去立法院报告，伊嘛表示讲这份报告会来定做。目前上新的状况，部长表示讲伊会先甲谢依勇停职，未甲伊调职咯。 前一天，劳动部长何培山亲身上火线说明处分的结果。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职员行底路的事件，牵连到一场霸凌的北分署前分署长谢依勇调离岗顶，不过报告内底一句无得良善，煞互这把火愈烧愈旺。里面的用语其实都是他们的专业用语，那么因为他们在叙述上必须兼顾平衡，所以请大家谅解。 这并不代表这份报告认同所谓的霸凌行为。报告指出，管理方式不是直接造成当人行底路的原因，引发调野立委小连续批评。劳动部长何培山伫立法院维权委员会答询的时承认讲，因为需要找立委上沟通，所以透过民进党副秘书长何朴文敲电话，互立委质疑讲是不是有靠山。 官员小听，所以唔敢办。还是你不敢办他？我当然敢办他，你敢办他？当然，我这个礼拜内我就会进行惩处，之后我会移送检调跟监察院，好吗？这案子我们不会放过的。谢依勇休假到本月20日，时到会转来上班。立委也问讲，伊刷得来降调的单位。何培山承诺2日除了会公布伊要调去倒，也会带谢依勇出面会室里负起该负的责任。恳请委员给我们一点时间。当然，这种时候会有哪个地方愿意要他去呢？所以你20号会公布他要去哪里？是当然，然后带着他出来道歉。 何培山强调，处分搁在进行当中，绝对袂推卸责任。不过，必须要先完成法定的行政程序，才会当处理。立委指出讲，劳动部要求民间企业防范霸凌，对内却干那要求长官霸凌需要自主检核。何培山也坦白讲，确实有无周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